来到圣殿。特别，阮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久对阮的关心甲保守，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所以，即时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大权能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得到快乐。同时，也互阮伫同礼拜中间享受伫你的恩典中间。所以主啊，阮要来唱诗歌学了你，要透过讲道来听你的话。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用真心甲敬虔的心，会服侍得到你的欢喜。主，阮特别将今早起要服侍的正当工，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特别今早起，阮要透过甲你同坐倒，搁一遍去思考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做一切。阮求主你保守看顾服侍的正当工，透过阮真心的敬拜，合一的服侍，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每一个属灵的领袖，会当真实看见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推动。今日阮也要伫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求主你的心意就落实伫即个会议中间。是阮的主啊，阮特别恳求你，也保守看顾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无论是照顾长辈的安养中心，亦或是培养小朋友的幼儿园，亦或是做逐项社会服务的基金会，求主你拢甲遮的机构三甲伫地，保守看顾机构所有的遮同工，透过因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会当互搁较侪人得到福气。亲爱的主，阮特别也将阮的国家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对你遐来真实的仁爱、甲公义、和平，会通遍行伫即个土地顶面。特别恳求你兴起伫台湾正教会，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阮将遮个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只是用悲悯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咧。耶和华所救赎的，就讲这个话，就是伊对敌手中所救赎的。咱即时要三甲来吟诗圣诗圣诗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咱起立来吟经全首。请坐。咱即时要下头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用欢喜的心，较无能来到圣殿要敬拜你。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佮住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阮有时因为人的软弱，受到物质肉体魅惑，离开了主你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阮有时过头相信家己的聪明智慧，放纵了家己的私欲，干犯了你圣的法度。做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主啊，阮来到你面前，阮要来悔改认罪，恳求你施乐宏恩，来赦免阮一切归向你的人，洗清阮一切罪过。
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同坐道，来领受圣礼典，透过食饼啉杯，纪念主耶稣救赎阮的恩典，永远保守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到落尾，互阮用着感恩的心、尽心、尽力、尽意来服侍你，用你赏赐互阮的新生命来荣光主你的名。阮爱祈祷也是无够也，阮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阮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意行于天，阮的心来我下面的道，亲像下面过的人，为你传日子，有你万万的爱，因为我万年平安好心受，来不及，阿门。启示文19篇，伫圣诗后面的第29页。我来刻，会众来印。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嘛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咱着听伊的声。着有咱的心，咱即时要继续来唱圣诗第10首，过失得救，罪得加减，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即时游玩徛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以对圣灵导在，以对产生玛利亚出世，因本有为多人来受苦，并是被死埋葬于土，第三日地上中多啊，今天他在全能的上帝光明，伊咧对他过来生活华人的信仰，我信圣经，我信神，共同的道理，圣和相通，最下的永被有我，永外光明，阿门。请坐。咱即时赞美要圣歌队要甲咱唱的诗歌是哦，主真爱你甲我。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学了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于主。咱即时要领首上帝话，上帝话也记载伫路德记第4章第1甲第17节，现代中文译本313页，台语汉语本289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公众集合的所在，伫遐无偌久，波阿斯所讲迄位以利米勒的至亲对遐经过，波阿斯就喊伊的名，讲请过来遮坐，伊就过来坐落。
普阿斯又请了城内10位地方长老，也叫因伫遐坐落，大家拢坐定着了后，伊就对迄个至亲讲：拿俄米对摩押转来，伊要卖咱亲族以利米勒迄块土地，我想你应该知影一件代志。若是你要买回，就当在座的长老面前买；若无爱买，请讲清楚，因为你有优先权，然后才轮到我。迄个人讲：我要买。普阿斯讲：好啊。若是你要拿俄米买即块地，你也应该带迄个摩押的寡妇路德，安尼迄块地才会当保留伫过往的人的名下。迄个人回答：若安尼话，我就放弃买回即块地的权利，就是我买了，我家己的囝嘛袂当继承。你买吧，我无爱买。迄个时，以色列买卖财产有一个惯例，就是卖方爱褪落鞋仔互买方，因要用即个方法表示买卖已经成交。所以当迄个人对普阿斯讲：你买吧，伊就褪下家己的鞋仔互普阿斯。普阿斯对遐个长老甲所有在场的人讲：今仔日恁拢是见证人，我已经拿俄米买了以利米勒甲伊的囝基连马伦所有的家产，除了马伦留落来的某摩押人路德也成做我的某囝，安尼所有的产业就会当保留伫已经过往的人的名下，并且伊家族的名嘛会当继续保留伫本乡甲本族的中间。今仔日恁拢是这代志的见证人。众长老甲其他的人拢讲：是啊，阮是见证人。愿上主互你的某囝生大济济，像雷吉甲利亚甲雅各生了真济儿女，行子女。愿你伫依法他族中不有，伫必利行有声望。愿上主借着这少年的女子，互你后代，互你的家亲像犹大甲塔玛生的囝法律师的家同款的昌盛。安尼普阿斯娶了路德，上主赐福伊，伊就互伊怀孕，生了一个囡仔。城内的妇人人对拿俄米讲：俄罗上主，伊今仔互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中有声望。你的新妇爱你，伊为你所做的比7个囝所做的搁较多。即马伊甲你生了一个孙，这个孙将要带互你有新的活力，互你安享晚年。拿俄米接过这个囡仔，抱掉伊，母养伊。厝边的妇人人甲这个囡仔号名俄米德，因拢三钱去甲每一个人讲，拿俄米得了一个囝咯。今仔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45路德第2讲》，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愿上帝祝听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礼拜佮要续接顶礼拜来看路德的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中间的人物，因的生命故事，帮助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主啊，阮即时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会当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奥秘，也排除所有阻碍阮领受你恩典的因素。互阮专一的心智来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透过安尼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祝福。愿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讲到拿俄米甲路德这对大家新妇吼，因生命迄个真济的苦难甲困苦。咱有讲到吼。因为命运的创治，互因剩一家2代3个寡妇。后来，
因回去甲因的故乡吼，就是纳尔密甲罗德吼，即对寡妇，因回去甲故乡了，因马上就面临着因生活顶面的困难，生活顶面的问题。咱来理解伫当时阵迄个社会中间，两个无依无我的妇人人吼，伫当时差不多无法度家己生存啊。除了做乞食以外吼，就无其他的方式。啊，所以因是陷入一个真大的痛苦。但是即个时阵哦，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咱若看第2章的所在吼，伊讲纳尔密有一个亲族，名叫波阿斯，佮有钱，佮有地位，是伊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咱若看到即句了，就发现因的迄个困苦的命运吼，改成点到一点点啊圆梦啊吼。因为咱顶礼拜有讲过，以色列中间有一个律法叫利未拉特婚姻的律法。就是记载伫《申命记》25章的第50到第10节。咱顶回有解说即个婚姻的律法吼，即律法的规定吼，伊基本的核心就是讲，亲族必须要负起吼亲人中间无囝儿的寡妇会照顾的责任啊。所以咱看见着是伊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咱就知影讲啊，因有淡薄圆梦。那即个亲族愿意负责任，因就会当受到照顾。所以利未拉特律法就是为着即个缘故来设立的。啊，咱顶回有看到第1章的最后吼，是记载罗德甲伊的大家纳尔密吼，都应该犹大的伯利恒的时阵，迄个时阵拄啊是收割大麦的时期。啊，伫迦南地吼。大麦的收割大概是4月份到5月份的即个中间。啊，因要收割即个大麦需要真济的人力。啊，因用的方式是安尼：查甫人伫头前吼，用迄个镰刀吼挂断即个麦啊，啊，然后妇人人吼，就对即个后壁面吼，将即个麦啊吼一捆一捆来绑起来。啊，当然即个过程中间吼，都有真济即个麦啊会落伫涂骹。啊，即个时阵吼，咱来说明的就是讲。啊，即个罗定吼，有一天伊就对纳尔密讲吼，讲互我到残忍去捡别人落落来的麦穗，我一定会拄到一个肯好好款待我的人。所以纳尔密就鼓励伊去。啊，伫遮牧师要大家说明吼，这其实是甲以色列人的一个真重要的律法有关系吼。这律法是记伫这利未记的19章。啊，利未记的19章，第90到第10节，吼，就是伊的律法规定讲，当咧收割的时阵，吼，袂当挂即个田园四周围的即个作物，吼，也袂当回头去捡落地涂骹的即个麦啊，因为这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讲，即个吼四周围的即个麦啊，啊，甲落地涂骹即个麦啊，是要留互送乡人。啊，甲外地人，咱这外地人伊无田园会当种植，无法度收成。啊，孤儿甲寡妇，即个送乡人，伊家己无法度无迄个能力通种植。啊，但是伫个社会中间吼，袂当永远有人枵死。所以，若即个庄社中间，即个社会内底有人枵死，是即个民族的见效的代志。所以，律法规定讲，一定要将这物件留落来，或者送乡人，即个孤苦无依的人，会当得到帮助。啊，所以即个咱看到罗德就甲伊的大家讲，我要去捡迄个迄个落地涂骹的麦啊，吼。啊，但是咱要注意吼，伊对伊的大家所讲的讲，我一定会拄到一个肯好好款待我的人。这个对话中间咱会当了解啊。虽然律法是安尼规定啊，但是当时阵吼，有一寡人无咧照这律法安尼行，吼，无一定好款待这出外人，无一定好款待这孤儿寡妇。但是罗德伊讲，我相信我一定去拄到一个好好款待我的人。结果伊去捡麦穗的
田园拄啊是波阿斯的，是因的亲族的。这真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吼！咱若继续去看第3章，咱就看这个故事继续发展落去，吼。咱发现波阿斯吼是一个义人，伊确实有愿意负责任去照顾这罗德，吼。而且伫这拿俄米吼，伊真用心的安排下面吼，伊明白讲照顾罗德甲拿俄米，这是伊做亲族的一个真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时阵吼，拄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按照律法吼，爱至亲的迄人，才会当接受这个利未拉特律法。但是波阿斯毋是迄个上界亲的人，摆伫波阿斯头前，佫有另外一位。接下来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故事，因为波阿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伊就去到城门口，公众集合的所在。一般来讲城门口公众集合的所在，这是小可有类似咱今仔日的地方法院啊，吼。因为古早时代，伫这城门口吼，是长老公开审断案件、解决百姓纠纷的一个所在。圣经中间讲，波阿斯坐伫迄个所在，无偌久了吼，伊所讲，伊摕到迄个以利米勒的至亲的吼，拄对迄头前经过。所以伊就请10个长老坐伫遐，好来处理拿俄米伊即个因厝人即个财产的问题。波阿斯就问即个至亲的人讲吼，拿俄米对摩押转来吼，即件代志你真清楚吼，伊要卖咱亲族以利米勒迄块地吼，如果你若要买回吼，你就爱当着在座的长老面头前买。如果你若无爱，你就讲互清楚，你放弃，安尼我就买即块地吼，因为你有优先权，然后较轮到我。迄人听着讲要买产业吼，伊就真有兴趣。伊讲我安尼我要买吼，因为吼，咱知影产园吼，就代表财产。你若有产园，你就当生产，都有利益吼，通好收入。所以伊回答讲我要买回。然后，咱看见到波阿斯就对迄个至亲讲：如果你若要拿俄米买迄块地吼，安尼你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你爱带迄个摩押的寡妇罗德，安尼迄块地才会当保留伫已经死去的人的名的。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迄利未拉特律法。意思就是讲，你若要买迄块地，你就爱去带罗德，然后生落来大囝爱继承迄块地，这人。算盘搭的感觉讲安尼袂好啦，所以伊就对波阿斯讲，安尼我检查我若买即块地嘛袂当，我的囡仔嘛袂当继承，所以伊讲伊要放弃。咱顶回讲过根据《申命记》25章的记载其实即个时阵若罗德在场的话伊爱当即个正长老的面头前将即个人。无要负责任、无要尽责任的即个人的至亲的即个鞋来脱落来，然后伫伊的面配嘴烂，表示讲即种的人伊无愿意尽至亲的义务，是真见笑的代志但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讲伊要为着要卖即块地伊爱将伊的鞋脱来交互波阿斯可能是因为罗德无在场的缘故所以迄人放弃即个权利所以波阿斯就照伊进前甲罗德所约束的，就买即块地，而且带罗德做某咱若注意来看即段经文伫第10节后半段讲波阿斯讲，安尼所有的产业会当保留伫已经过往的人的名的，而且伊的家族的名会当继续。存留伫本乡甲本族中间，咱就知影讲，其实波阿斯真正是一个义人啊！伊毋是要贪即块地，伊是要遵守即款的律法来保护罗德，因即家人，以利米勒即个家庭、即个家族的财产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咱看见着咱顶礼拜所讲即个真悲惨的家庭，即个时阵，因为波阿斯即款的作为
佮加上上帝大大祝福互即个家族，咱看见着因完全转变啦，吼。所以圣经中间讲，波阿斯带罗得了，上主祝福罗得，吼，伊就怀孕生一个囝。城内底的妇人人，吼，拢对拿俄米讲，吼，讲爱俄罗上帝，吼，因为伊今仔日互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甚至伊俄罗安那，伊讲你这新妇疼你，伊为你所做比7个囝所做搁较济，所以这个囡仔会当带互因这个家族真大的幸福，伊会当安享晚年。所以咱看见着这个故事的转变，吼，其实有一个真重要要件，就是咱顶礼拜所讲迄个真的疼，真的疼带互这个家庭完全的改变。所以咱顶礼拜已经有学习真爱的3种性质，咱今仔日要继续来看这段经文所带互咱的信息。好，咱来看真的爱的第4个性质，就是真的疼，吼，伊是爱承担责任啦，吼。所以咱来真实明白，吼，咱若咧讲疼，吼，其实讲疼的过程中间，就是表示咱爱承担迄个责任。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吼，其实波阿斯甲另外一个至亲，因2个人拢有能力好款待拿俄米甲罗得，但是迄个至亲无愿意，而波阿斯所选择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互咱明白，吼，若有真的疼，吼，就明白讲真的疼是附带有责任的。咱常常即马现代人真爱讲，我爱你，我疼你，吼。其实咱来明白讲，咱咧讲即句话的过程中间，就表示讲咱对对方有责任嘛。譬如讲，咱顶礼拜有用迄个婚姻的誓约来说明，吼。我今日袂记记啦，吼，所以我今日即礼拜再讲一遍，吼。所以你来记好条，吼。伫婚姻的誓约中间，吼，通常牧师拢会问新郎甲新娘即段话，吼。除了顶礼拜我讲的迄段话以外，有来问即段话。我会讲，伫上帝面前，吼，你敢愿意娶，吼，对方做你的某，还是讲嫁对方做你的丈夫，吼？对今时一直到永远，吼。请大家注意下面这段，吼，无论顺境也是逆境，富裕也是丧凶，健康也是破病，快乐也是忧愁。你敢要永远爱伊，珍惜伊，对伊忠实，直到永远。这时阵新郎甲新娘拢讲我愿意，对无？我愿意是代表讲爱听好清楚呢，就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哦，无论富裕还是丧凶哦，无论健康也是破病哦，无论快乐也是忧愁，拢爱接受这个约束，因为这个婚姻的誓约是有责任的。你袂当讲当伊顺境的时阵，2个人做伙快乐，一旦拄着困境，就互相过家己的，就分开。毋是讲健康的时阵，2个人会当互相做伙欢喜，一旦有一方面破病，咱就来气煞，无要来照顾。毋是安尼哦，是咱面对人生任何状况，无论是欢喜也是失志，真的疼是爱互相负担责任，这才是真的疼。这是咧讲夫妻。咱若讲家庭内底嘛是相共。父母对囡仔嘛是有责任嘛，咱后礼拜就会讲到撒母耳的故事，甲以利的家族，这2个无共款的家族，因为教养的无共款，因为责任的无共款，所以造成2个无共款的人人格发展。咱后礼拜会分享，你老爸老母，你若疼你的囡仔，你就知影讲你对囡仔有责任。你除了养起伊身体大汉以外，你爱帮助伊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有疼伊。即摆有真侪父母无负责任，生囝袂晓生囝，袂晓饲囝，袂晓养育囝，这是咱爱去做一个反省的。咱请咱爱记住，有一句话安尼讲，疼就是伫需要的所在看见家己的责任嘛。所以疼真正的疼是有责任的。
爱承担责任嘛。咱对经文中间看见，这两个人因为因无共款的决定，命运无共款。迄个至亲呢，因一家人永远去用笑，讲这是烫鞋的家。另外一个波阿斯却是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所以，真个疼是爱承担责任的。这特别对咱今仔日所有的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五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知影吼，咱人可能有一寡疼，但是咱人的疼总是有限呐。你要靠咱人有限的疼，有限制的疼，去永远相疼，迄是真困难的。所以咱要理解就是讲，真的疼是对上帝遐来，咱对上帝遐去得到真的疼，然后去分享上帝的疼，咱才会当维持咱中间真水的迄个关系。牧师要对几个方面来带大家做伙来看吼。第一项就是讲，咱对路德记的记载中间吼，咱看见着上帝律法内底充满了疼。咱咧看圣经中间，上帝予以色列人的律法吼，咱毋通看伊的表面尔，咱来看伊背后稳重的真重要的意义。无论咱顶礼拜所讲的利未拉特婚姻律法，也是咱今仔所讲的，吼，你咧修行的时阵，袂当将田边的即个麦啊，吼，拢来收了，吼，啊落地土骹，咱袂当来收了，吼，这其实吼，这拢是稳重。上帝对迄个弱势者会疼。上帝为什么要定这律法？就是因为要照顾弱势者的生存。这律法内底充满了上帝的怜悯。所以咱看见着吼，新约中间，当经学教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吼，啥物是上界重要的诫命？咱看耶稣安怎回答？耶稣讲，诫命上界重要的。吼，多这两项。第一项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第二项就是爱疼别人，亲像家己。所以耶稣将这个诫命吼，旧约的诫命来综合起来，就是疼上帝、疼人。所以律法的核心就是真实的疼。咱伫圣经中间看到上帝的律法吼，咱来看，唔通看表面的意义尔，咱来看伊背后。稳重的意涵，就是爱疼上帝、疼人。第二项，咱来看，伫路德记的经文中间，吼，规个故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作为是充满疼。咱看见着上帝的作为甲带领，咱看见着伊怜悯困苦的寡妇路德甲拿俄米。伊虽然因的命运是真苦痛。但是上帝就是因的困苦中间，甲因同在，替因开路，最后互因脱离困境。咱若看一个例就好吼。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4章的第1节吼，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伊是翻译做无偌久啦吼。就是讲，波阿斯坐伫迄个城门口，吼，无偌久了，迄个至亲拄啊经过因的头前。其实你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吼，伊是翻译做恰巧，来讲拄啊好，拄伊坐伫城门口迄个时阵，迄个至亲拄啊行过伊门头前，吼，其实翻译做恰巧吼，是比较较正确，也接近原本的意思，吼。拄啊好是代表哪？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吼。上帝就是伫背后咧看顾即个困苦的家庭。当因孤苦无依偎的时阵，上帝伸出伊奇妙的手，咧帮助这两个寡妇。咱看见整个的故事，其实拢有即款的暗示啦。吼，咱看见着拿俄米当伊故乡伯利恒的时阵，拄啊好是收割大麦的时期。吼，咱看见着路德要去即个田园内底捡麦仔的时阵。即去就拄啊好去到波阿斯的田园，搁拄着波阿斯拄啊好是伊丈夫家族的至亲。这一切的拄啊好，拢是代表哪？
拢伫上帝美好的计划下面。上帝看顾困苦的人，上帝的作为是充满疼，拢是伊美好的安排。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若好好来想咱有时阵咱拄着苦难的时阵，咱拢想讲啊，上帝较互我拄着遮尔济艰苦。其实咱若好好来想啦，对咱过去到现在，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作为是充满了真实的疼。咱爱好好去理解，好好去体会，因为上帝的律法充满疼，因为上帝的作为充满疼，所以咱做上帝儿女的咱爱有疼。咱既然称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咱就爱拥有上帝的疼。所以圣经安尼来讲，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讲：亲爱的朋友啊，咱爱彼此相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迄个有疼是上帝的儿女，也明捌上帝。意思讲咱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有一个记号啦。这记号是啥物？就是对上帝遐来的疼。咱爱借着分享即款的疼特别是伫教会生活、伫团契生活、伫小组的生活中间。然后离开教会了，咱搁进入咱日常生活伫咱的家庭生活，伫咱工作的场合中间，咱拢爱表现迄种咱对上帝所领受的疼，也因为安尼去见证，咱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最后一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对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咱去看见着真的疼的宝贵的所在。伊会当改变，伊会当翻转一个人的生命。咱看见着摩押的妇人人路德，伊原本咧是受人忽略、受人歧视的外邦人，而且妇人人，但是因为真的疼，伊的生命整个被重新翻转。咱爱注意路德记的落尾这是上界重要的所在这段经文是路德记的一个重点伊安尼讲波阿斯娶了路德，上主赐福予伊，伊就怀孕生一个囝厝边的妇人人把这个囝号名叫做俄比德，俄比德是亚西的老爸，亚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咱看见着伫上帝奇妙的竞选甲运典中间。路德这个外邦人，伊称做以色列上界伟大的国王大卫的祖先。一个人所看袂起、所忽略的外邦的女子，因为上帝的竞选甲恩待，伊称做大卫王的老爸。甚至咱若去看马太福音书，耶稣基督的家谱中间，咱看见着路德这个妇人人。伊称做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咱顶回有讲着咱拄则咧讲律法充满了上帝的疼，可能有人来犹豫讲牧师你顶回毋是讲律法中间是禁止摩押甲亚门袂当进入上帝的圣会嘛？但是咱伫遮看见着上帝的疼破拄遮的，上帝竞选即个以色列人上界歧视的摩押人的妇人人，称做因上界伟大的国王的祖先，称做主耶稣基督族谱内底的一员，听是何等的奇妙！这个故事咧对咱讲，因为大家新妇中间的疼，因为亲族中间的疼，因为上帝的疼。翻转了一个人的生命，也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影响整个以色列甲人类的历史。亲爱兄弟姊妹，对安尼咱会当去思考，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一个宝贝。上帝今仔日竞选路德，使用伊，成做伊的器具。伊嘛会竞选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只要咱愿意，互主来使用，愿意摒空咱家己，成做谦卑的器具，
互主来使用。伫上帝丰盛的听内底，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今仔咱若看周报，咱知今仔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义的纪念主日。这个主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咱破除咱过去因为性别所带来的歧视、所带来的偏见。咱看见到今仔日圣经拄啊对咱讲，因为听，才会偏见消失。上帝使用每一个平凡的人来成做祝福别人的器具。愿上帝使用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也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激励阮。主，阮愿意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使用阮的性命来延续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时要来唱吟圣诗217首，受悲喜悯救主耶稣，咱起立来吟全首。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成年洗礼、甲献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建立归远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建立着无啊打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就是伊设立圣餐的时阵所讲的，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
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孝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按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即时垂显圣神来圣别我，也圣别这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你稳定的帮助，来成做阮属灵的培养。帮助阮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伸出咱的手，把咱的小会员的提饼放伫你的手内。
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今安尼来纪念我。耶稣基督甲咱立的新约，是流出的宝血，为着要洗清去咱的罪。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也透过安尼，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是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帮助阮、感染阮，也持续赏赐恩典互阮，互阮会当持续即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伫遐未奉献的大仙，我代表圣灵教会欢迎今日来咱教会礼拜来宾。你若伫爱望接待处遐无写留名卡的人，伫阮的座位坐头前有迄个表会当摕起来填写，直接交阮收奉的职事，互阮会当有机会来介绍你，甲大家熟悉，请备万心来奉献。
起立来感谢。是，阮会做阮感谢你，阮亲像路得共款，阮是外邦人，因为主耶稣你的救恩，互阮诚做上帝国的主儿女，嘛会当承受上帝国你的产业。主啊，阮感谢你。主，阮看到世界犹原像着这个疫情遐尔严重咧损害伤害时阵，主啊，阮看到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拢一切尽拢平安，互阮会当平安过日子，会当自由来活动，嘛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身体健康、灵魂精英，嘛赏赐阮教业遮清英。主啊，阮献上淡薄的金子，较要紧献上阮的身躯。阮的财前，阮的一生，伫你的面前，诚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报告。周报第来页，本周特别事件，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着性别公义主日，为了唤起兄弟对教会内外性别公义的议题、甲重视、甲意识的觉醒。促使了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的歧视，建立和谐互助的关系，共同营造性别平等的友善的环境。因为疫情的关系，每主日咱进入教会时，拢爱实名制。若是本会在职的会员，请你摕双联即关怀卡摕伫咱的口袋，还是讲你摕出来会当安尼就当感应着安尼若无的人，咱才签名。第二，新任2021年新任的团契诗班的同工大小家长甲小组长的训练会，甲事工的协调会，时间11月初7本周六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地点高楼灵仪厅，请已经报名的同工爱准时来参加。具体关怀本会友孙长青兄弟伫10月24按了主怀，定伫11月初6本礼拜五的上中昼早起10点，伫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恭喜本会友张小恩小姐甲林明章先生伫11月14日礼拜六早起时10点半，伫本会10楼的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祝这对新人。中央节的老人旅游聚餐时间是11月初3本礼拜2，咱要去的地点伫苗栗的3义凉亭断桥。咱报名的人同工下早时8点，咱准时集合要出发请咱有报名的人，咱一定家己会记的牛埔庄第5点，牛埔庄的讲座伫10月初5、19、12、19、26拢是每礼拜拜四，暗时7点到9点，特别邀请到南神神学院院长王崇尧牧师来分享信仰的反省。欢迎参加，请报名，请咱会当接受徐兆平主任。第8页，这个相连视障市长关怀基金会伫后礼拜过来这礼拜拜六。下晡的3点到5点，共款伫这10楼的所在要来参一个感恩的音乐会，请咱大家会来参加，嘛会当为这代志来代祷。
咱接续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礼拜的来宾。这有对台南北门教会来的七人族长老因全家吼，有5位吼，咱请因起立坐遮吼。欢迎吼。过去牧师伫迄个北门教会咧实习的时阵，有得到市长了真好的指导甲帮赞吼，真多谢伊。过来第2位是这杨素端律师，后壁哈，欢迎。毋知有其他的朋友无介绍到啊？咱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咱接续要来吟圣诗，新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伫咱周报第4甲第5页，咱起立来吟2遍，来吟2遍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切恳。